请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若是咱岛的徛街附近，烟筒讲一支菜过一支，空气污染严重，咱要安怎自救才好呢？高雄大社工业区伫1971年成立，70年代发生一连串公安的事故，引发居民强烈的抗争，所以政府就承诺大社工业区甲中油5轻会同时来清抢，更加核准大社工业区。为2018年，为这个特种的工业区降编为一种的工业区，它来降低污染对民众生活影响。为着要捍卫家乡，当地居民成立大社环境守护联盟，透过一届又一届的抗议，要求政府要兑现承诺。高雄市政府嘛总算伫2019年3月来通过同意降编，未来。有11间重工业的业者必须要退出大社工业区。都去外销工厂爆炸，掀开台湾环境史。咱台湾的高雄大社工业区发生过几啊件重大公安意外，加做工业区周边居民无都摆脱惊吓。工厂规排烟筒讲空气污染严重，嘛是因日常的真实处境。大社甲仁武工业区环境高雄的南仔溪甲后岩溪两个工业区加总统计，附近3公里内学校高达数十间各种小学，学童每天生活伫空污影响健康的风险的。灰尘的时候会打喷嚏，然后它有哪些症状吗？不舒服？鼻子会很痒，空气糟糕吧。我每天看他们。大部分同学都戴着口罩来上学，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要呼吸一个新鲜的空气有这么难吗？学生动不动就过敏，然后动不动就请假。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帮我们决定的，我希望未来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子。1971年，大社特种工业区成立，高污染的石化业进驻，带来就业机会，却不断的爆发严重公安意外，引发在地居民当年抗争。强大民怨压力的经济部甲高雄县政府同意，大社工业区配合中油、高雄炼油厂5轻清厂计划，25冬后作为清线。1998年，大社乡都市计划核定，工业区在2018年降编做一种工业区，但是2018大限到啊。大社工业区却依然生生不息。我们看到，其实经济部在这件事情上是相当的怠惰，甚至是反抗的。他们甚至在相关的都市计划会议里面，会去希望就是都市计划委员就让现在的这个大社工业区就改为甲种工业区就好。那其实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是他们等了数十年，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可以改变的契机。那没有想到，我们的政府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想要继续去拖延，不愿意去改变。市府有来当地进行一些通盘检讨，可是吊诡的是，居民都不知道。厂商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居民没有意见，可能就是表示默许或赞同，这我不能够去说什么。那其实我们是没有被通知的。在地居民质疑工业区11间厂商，有7间对2010年到即马已经将近100处违反空污法被发记录，财罚金额达到1170万，显现长期不当排放污染。工厂继续留高雄，只会危害民众健康。我相信大部分在地居民是不会接受说让它降成甲种工业区的，因为毕竟我们跟烟囱生活了这么久，我们的诉求就是。最少你在今年或者是在最短的期间内可以降一边，那并立出迁厂的时程。你经济部你不可以这样子都一直欺负我们南部人，不可以这样欺负我们大社人。该迁厂、该降编的，政府什么都没做。那我们自己也有小孩在读国小，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对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很不好，所以我们想要出来帮我们自己讲一下话。为着让下一代有一个深来天空数一喙清气的空气，在地居民成立大社环境守护联盟，除了定期聚会，嘛不时用网络串联，分享上新的信息，甚至发起连署行动，要求市府依法降编。当初25年前就一场骗局嘛，伊就是当下给恁骗的，你若安尼，我老百姓嘛免给你缴税啊。
你要叫我缴，我嘛甲你讲，我真个无钱啊！啊，你等我25档，我甲你缴，我嘛会当安尼讲啊，对无？所以讲，我请你讲，政府做这代志，拢带头为华。在仁武跟大社跟楠梓的州界是它的癌症的中心，那这一些癌症中心的那种百分比呢，都超过了10000分之一，超过10000分之一，那就代表说它的致癌的那种风险已经是太超过了。提出图表分析，伊是高雄科技大学海洋环境工程系教授沈建全。2021年、2013年，高雄市府两次委托美国科技大学进行石化工业区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工业区排放污染物造成居民治疗癌症、胸腔啊呼吸疾病发生比例较悬。其中石化工业区男性膀胱癌是台湾一般地区的11.9倍，女性乳癌是9.94倍，肺癌是3.18倍。整体健康风险是基山美浓地区的2倍，嘛是花莲的4倍。高雄需要蓝天，高雄需要蓝天。有红色布条啊，大喊口号，守护人民居民甲款团集结在议会前，向高雄市长韩国瑜发声，期待新的执政团队带来改变，落实港边千场的承诺，伸张环境正义。市政府这边都会尊重都委会的权责。但这个案子后续还要再送到内政部去，那内政部层级又是另外一个更高阶的一个都委会的审议。2019年3月，高雄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总算通过同意改编，但是未来专案依然需要由内政部审议才会当定案。经济部是发函高雄市府，希望大城工业区改编做甲种工业区，卖逼业者关手。持续在严重空污中不见天日，这款的日子大城居民积磨将近50档，家己的空气家己救，卖互家乡做是严重污染的石化城，抢救行动持续向前迈进。